國際上要緊，咱要繼續來關心美伊的談判。美國總統川普今仔日雄雄佇咧社群平台鋪文，宣布無限期延長停火，要繼續來封鎖伊朗的港口。原來伊朗這邊是講，封鎖港口是戰爭的行為，美國安尼做已經違反停火協議。中東情勢車破冰，就佇咧停火協議到期，巴基斯坦美伊第2擺談判進程。美國總統川普雄雄發文，因為德黑蘭領導高戰是未合，所以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也有總理夏利夫的請求，美方決定延長停火，對伊朗的攻擊先暫停，一直到伊朗的領導人也有代表提出意見統一的方案為止。This now being the 5th time that Donald Trump has extended his self-imposed deadline. 也拿巴基斯坦的總理夏利夫發文感謝，不過 Trump 也表示，美國對荷姆茲海峽的封鎖會繼續進行。也那美軍佇咧各方面嘛會繼續提兵，保持作戰能力。另外，伊朗的外交部長阿拉奇嘛佇咧社群平台 X 發文講，封鎖伊朗的港口是戰爭的行為，違反停火協議。伊朗知影要安怎抵抗霸凌，伊朗國會議長卡利巴夫嘛嗆聲講，延長停火無任何意義，而且閣講美國是戰敗的，未當主導談判的條件。Well, the Iranians have said that one of their chief concerns and chief requests is that this blockade that the U.S. Military and Navy has on Iranian ships and vessels coming to and from Iranian ports, that is lifted before any talks resume. 也那原本定佇咧台北時間23透早，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馬巴德 ABE 第2擺談判，美國副總統范斯可能嘛已經取消行程。伊朗半官方的媒體塔斯尼姆通訊社嘛報道，德黑蘭已經通知巴基斯坦當地代表，未派代表團前往伊斯蘭馬巴德。美方已經提出停火明確的態度。外界即馬嘛真關心，伊朗到底是誰有權力簽署協議？同時，美國對伊朗的經濟落火嘛愈燒愈大。美國財政部拜二個宣布對伊朗新的制裁，對象包括伊朗、土耳其，還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等，有14個實體，還有個人起用指控講協助伊朗摕到武器的零件。公視新聞王如梅編譯。